護老者真實分享李小姐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李小姐的護老故事。嫲嫲自小很疼愛我，她陪我成長，事事照顧我。但在7年前，發現她記憶轉弱，慢慢已經忘記煮我愛的食物，而且與我溝通，各種事情上都轉弱了。現在輪到我照顧她，幫助她了。轉變的關係，關係沒有以前那樣緊密。因腦退化，嫲嫲會向我發脾氣，懷疑別人，好像和以前的她不一樣，沒有再照顧我了。她常常活在自己世界，不再關心我，不再與我聊天了。甜蜜的經歷。有一天我在梳化上睡着了，她摸着我的頭，幫我蓋被，就像照顧小時候的我一樣。那一刻我真希望她從來沒有得過腦退化症。困難與克服，接受她認知能力越來越差，有幸她行動力很好，常要留意她會否離家或做危險事項，我唯有聘請工人照顧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兄弟姊妹，幫助你的人，說感謝或祝福。多謝你們願意付出時間分擔照顧工作，並一同感受明白當中的辛酸，共同分享回顧美好時光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珍惜仍在的每一天，哪怕他不再一樣，他仍是他自己。護老者角色，教曉我時間分配得宜及尋求幫助的重要性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389200101。投稿或細閱護信，請瀏覽 https://sws.org.hk/.